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在尼希米记6章15到16节。尼希米记6章15到16节，以路月25日，城墙修完了，共修了52天。我们所有的仇敌听见了，四围的列国就惧怕，愁眉不展，因为他们知道这工作得以完成，是出于我们的上帝。今天要分享的信息主题是预备一块好土。从尼希米前6章的经文当中，我们会发现，在尼希米的内心深处有一颗信心的种子，不断在发芽、成长、茁壮。虽然尼希米他身处于异邦，生活在一个与敬拜上帝完全无关的一个环境当中，却从不减损他在他心中上帝的分量。他总是相信上帝的应许必会实现。在第1章第9节这么说，上帝说，你们若归向我，谨守遵行我的诫命，我必从那里把他们招聚回来，带到我所选择立我为名的居所。因此尼希米在上帝的引领下，毅然决然地回到故乡耶路撒冷，进行重建城墙的工作，好保障那些被掳归回的以色列百姓。让他们不但可以自由地敬拜上帝，还可以维持一个敬虔不受干扰的敬拜生活。重建城墙的期间，环视在犹大列邦各国，他们用尽了各种的方法手段，想要来让重建城墙的这个工程来停摆。这些一波波接踵而来的搅扰与攻击，都无法撼动尼希米他回应上帝呼召的决心。即使在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他仍心存盼望，常常祷告祈求上帝。他盼望上帝赐给他一个智慧、权柄与能力来完成这个工作。结果圣经记载说，这个工程前后仅仅花了52天的时间就完成了。这实在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。尼希米的使命总算完成了。圣经说，四围的外邦人他们都惧怕，愁眉不展，因为他们知道这一切并不是尼希米有多大的能力，而是他们亲眼见证了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大能一步一步的保守与引领。尼希米预备了一块好土，那就是他对上帝一颗敬虔的心。上帝把他的呼召如同种子一样撒在尼希米的心中。哥林多前书有说到，保罗栽种，亚波罗浇灌，唯有上帝使他成长。如今上帝也将他的呼召，他对教会的计划与使命撒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。但这颗种子到底是撒在路旁、石头地、荆棘地，还是好土里呢？往往教会在进行一项事工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担心自己的能力不及，无法胜任，或是担心没有办法按照预定的计划来完成。但其实我们真正需要在意的是，我们是不是有预备好自己的心，让自己的心可以持续维持在一个好土的状态。也就是要常常的祷告、祈求、聆听，并且顺服上帝所给予我们的各样的环境。不要因为自己的骄傲，也不要因为自己求好心切来揠苗助长，更不要因为环境的逼迫与搅扰，失落了对上帝的信心，也失落了对人的爱心。要知道，这些工程若得以完成，完全是出于上帝，而不是我们自己。在服事的过程当中，我们难免会经历高山低谷，挚爱难行。千万不要害怕，也千万不要灰心，因为我们的上帝必会为我们在旷野中开道路，在沙漠中开江河。我们要随时仰望以马内利的上帝，得时不得时，让我们都能够昂首阔步地继续向前迈进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器皿，参与在你国度的计划当中。恳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块柔软健康的好土，即使在多变的环境中，我们依然能够适时的供应养分，摆上我们自己，让主你放在我们心中的意向得以成长茁壮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